固定古迹三山公庙因为长期湿气，室内通风无好，造成墙面风化严重。虽然25当前曾经修复过，不过较大壁体、木架甲枕帘拢相当程度损坏。地处市长每天特别到场会勘，了解旧料再利用等修补特色的阶段性成果。中央跟地方一起协力，能够让台南市的这个古迹以及一些文化资产更加璀璨这个亮丽，能够让许多后代的子孙以及外地的民众更加了解我们许多宗教的还有文化的背后的一个意义。台南不只有美食，也有很多值得你流连忘返的一些景点古迹，欢迎来台南。根据了解，该工程总经费4321万，经过立委但停费争取，嘛是第一件由国有财产署编列预算，委托市府文资处代办的固定古迹修复工程，其中尊重古迹修复历史、原貌保留，拢是各界关心。咱三山公庙所有的管理委员会对主委甲所有委员吼，他们其实每天都在这里监工，他们很多的担心哦。但是因为工地他们不方便进去，所以有时候就是会担心是不是原貌会改变。但我们希望说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安心要安怎恢复到咱的原貌，会当互咱真正的古迹会当存留落来呈现咱的历史的背景甲记录。究竟如何保留古迹原貌？负责设计建筑的建筑师表示，表面白糊表面的损坏，甲全区洪水主动湿气相当要紧。所以怎么让所有的水尽可能减少对于整个基地内的古迹造成最小的一个伤害这个是我们在本工程里面一直极力进行的。那其次针对灰壁的部分我们也在解决这个地底潮气的问题之后，我们采取原工法来复原，那包括木构、屋面也都是用最大留存旧料的一个原则来进行。修复工程对2020年8月开工以后，要将近3档，过程当中包括文化部、国有财产署甲市府文化局拢工程督导，都希望一点一点把关，让管委会安心。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